瑞武中级格斗赛再次登陆重庆，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又一次点燃了重庆拳迷的激情。昨天晚上，比赛在翻修一新的市体育馆拉开战幕，耀眼的灯光、激烈的比赛，让现场的观众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选手的每一次出拳都能引来现场拳迷的阵阵尖叫和欢呼，而在观众热情的刺激下，选手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在首场比赛中，来自河南的选手刘平原仅用时35秒，便用自己的绝杀技抠掉了对手。观众很热情，也让我们运动员就是非常热情，就是特有冲动，想为观众分享精彩的比赛。今天也是非常我们一上场刚开始就跟我进入地面缠斗，我们两个在地面就是打击比较多一点，最后还有30秒，我用了一招十字步降服对手。赛前，瑞武创始人乔瑞克正式宣布，将在中国启动瑞武100万争霸巅峰之战。这意味着瑞武的格斗选手们将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为超级之战的名额展开激烈角逐。而昨晚进行的比赛便是其中一战。以此为动力，18位选手为重庆拳迷送上了9场精彩纷呈的比赛。其中保持着全胜战绩的老将王冠与对手在羽量级比赛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以技术性击倒对手而获胜，保持了常胜纪录。好看的，精彩，实力差距是没大，就是说关键强烈强调那个运动精神上。另外一个就是说主要是我了，但是我觉得勇气国家很自信，我觉得以后还是会多举办这种活动。据了解，瑞武100万超级之战暂定于2013年春节前进行，届时各级别夺冠的选手都将获得 RUFF 冠军腰带和100万奖金。重庆台记者报道。